现在有一个喜大普奔的消息啊，就是刹车的这个大清真寺，它已经对外开放，就在昨天刚刚对外开放，正好我赶上了，所以大家再来刹车，有好看的景点可以看了。这个清真寺啊，已经关了好几年了，我也找不到它的资料，也讲不出来那么多东西，但是建筑是特别美的。这个清真寺呢，也很少有人进来过。现在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，门票呢是20块钱，进来呢可以拍照。这个非常美的建筑啊，拍照还是比较出大片的。由于我来到这里，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，就必须得马上得走，所以就很仓促的在里边快速的走完，快速的拍一下。里边呢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具体该怎么拍、怎么找机位，大家自己找。20块钱能够在这么美的建筑里边转一圈，还是很值的啊！最重要的是人少，人很少。之前我来刹车的时候，只能在大门口拍一张照片就走，现在能进来，忽然之间感觉非常的幸福。所以我说，这是喜大普奔的消息，不足为过。路过的小伙伴，赶快来吧！